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17，诗篇16篇第20节安尼讲：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，我无福气。三甲来祈祷，你以外无福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主宰，你是一切福气的源头，你是掌管阮一生的性命主。除你以外，阮伫天顶无别个通倚靠。除你以外，伫地上阮无别个通留恋，因为只有你是阮的气力，阮的福分，也是阮逐时的帮赞。主啊，阮的心灵捌安尼对你讲：你是阮的主，你以外，阮无福气。主啊，因为阮知用别个替换你的，阮的忧苦就免拿加添。所以，阮只有单单到你的面前，全心来找求你，倚靠你。就你要将对天来的福分赏赐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赐阮祝福的源头。咱若每一天来找求伊，倚靠伊，就伊要将对天来的福分赏赐予咱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